连大。名教无度，我无度，升官发财最清楚啊！今日案子来得大，我不上公堂，本教苦啊！哦。西梅亭带到王师爷请去打西梅亭，带西梅亭。叩见夫人大人。你是西梅亭吗？万圣便是。哦，大胆西梅，你前好当，反好当，怎么好去当是刑部尚师府的公子呢？万圣路见不平，生来不祥，当场与他顶上起来，不想一拳，呵呵，就将他当死了。哎呀，你去当死了刑部尚师府的公子，为什么玩不到去，却反来自首呢？哼，大丈夫管不管谁，何言道报？这，大人，西梅亭是不能逃跑的呀，否则杨高明是向你要谁的呀？哎呀，我被揪到了啊！高明夫人呐！怎么？他又来了啊！来，西梅亭，他去。夫才清楚。哼，知府，你身为知府无能无力，害得我的儿子丧了性命。今日不将凶犯捏罢，定要治了你的诬杀。是啊，不，知府啊，今日审查，你将是何审理？听凭高明吩咐。哼，细问审理，监狱人官当是我的儿子，百姓就不容赦了。是，像这种假冒交替恶棍，是说要他偿命，为了他夺做什么？是，像这种禽兽，立即与龙棍打死。什么？卑鄙长下！你怕什么？你听我家做了事，来到我家老爷才进，会不知道吗？是，这要无上司肯的一句，被这事当招牌啊！还不速答？是，来呀！哟，升堂！哎呀！高明夫人，插入。升堂！哦。
将谢美玲，你因我当时无公子，万不与我终身。当然，不用多问，听我推下去，我打死。你想保庇兄外么？卑职不过。连你不过，听我推下去，当！是，来呀，将谢美玲拖下去，打！且慢，夫人他人，你上得堂来，不辨是非真假，拖下就当，万圣不服。这什么？杀人偿命，真不该当，拖下去打！呸！老色部，你总有儿子不乱语，皆因入列把兵，养儿不教英雄，他当你此官不业，身作大臣，上座不成衙门娃，岂能自啊命远披腾心安身。今则将陪中司马来当司，一血万血列公分。好大的口气，不知否？快叫兄娃推下去，我打死，替我儿报仇。是，来呀！有，将谢美玲拖下去，我的大事。是。且慢！啊！你是才家女子，经过大胆长城公堂啊！大老爷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当然是我西安府吴大老爷的公堂啊！啊，是西王府的公堂啊！我还当是无上是家的敬王你。大老爷，既是公堂，就应该以礼而断，为什么为文开公丢钱用银？这是何道理？这哪里来的疯丫头？经过乱唱公堂，不知否？将我轰了出去！是轰了出去！慢，请问这里你是大老爷呢，还是他是大老爷呀？大人，他就是李国老府中小姐身边的丫鬟，名叫陈草。什么？他就是李相府的丫头，叫陈草啊！你到此何关啊？到此嘛，是特地来看大老爷审案来的。哼，一个毛丫头，看审什么案？不知府不用理他。来呀，将谢美玲拖下去打！当不得。为何当不得？无缘无故，我为到公堂来的吗？谁叫你来的？是专有人了。谁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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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家小姐叫我来的。什么？是小姐叫你来的？是啊，是小姐叫我来看看大老爷审案，审得公不公，明不明？本老爷审案是老少夫妻，哪有不公之理哟？我看你呀，对大长老少夫妻，满肚的功名教育，民警高院头顶挂，审案时期是无知意，报用银于高明，知府师爷好听商议。不明真相无乱断，我问你，这公明良是在哪里呀？哎，谢美玲啊，
谢美的，你我当是吴公子，万不与我从才招来呀！辅政大人啊！提起此事如从天，那不多多不断，谁不变？今日在此恩之中他听命，将奴民不当约连。我好言相劝他不听，他铁死了年迈伯伯受苦。上次我国扬名无烈士，为民结恨，理不偏。哦，是吴公子当失了名物，所以嘛，你才当是吴公子的呀。真是如此，不是我家公子是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大人，那吴公子王师爷，你背着不过，背着不过，不过王师爷来啊王师爷啊！一个人啦，总要正直无私的。是黑马就是黑，是白马就是白，可不能像那种虚言无私的懒小人啦。那可是要让世人唾骂的哟。是，大人。是恩师中大逆袭，个老母死亡道路边，无足当场纪念过，来要贴上神可见。众人联名拒绝才，事事清楚没结嫌，没结嫌。好，我儿乃金枝玉叶，你何管我这？尽管世事英雄。是啊。吴公子有无差错，是与本府执法无私，爱与你有关啊！你私自当死了吴公子，真是莫无王法，杀不中年举判，死必犯，总要有来呀，压下去！哼！大老爷，当爷闹一名第一名，难道他儿子队长出了锅，要两个人对他儿子一条命吗？这，呸！我知府。夫妻两家私自交，因不孝不共朝廷，同老同乡心女儿，无家之妻子离家人。对呀，文王文，领王令，相国去为老百姓。谢美玲与李国老比亲比切，岂为多生之切？无知府对。人少夸你早，早是当先心无恨。是，来呀，你们听着。师傅，你到底要管不要管？啊，比切，我到姑那来做什么？哦，是亲戚。什么亲戚？谢美玲姓李，还是李国老姓谢？是啊，远亲近邻多待，一时哪里还生得稳哦？哼，不怕事情没有那样简单。哦，是表亲。你夫人娘家不姓谢的。哎，那么是李国老的命令还是？没有的。哼，谢美玲要是李国老的公子，我儿一命也就作罢。哦。不是公子，有公子差不多。是什么人？他是谁呀？是什么人？谁呀？是谁呀？是，这怕是早上上来的一个蛋吧？不知府啊，谢美玲既非李府紧要之人，你就快决断。是，来呀，
同其大营，将谢美定重重的打。当不得，为何当不得？当不得嘞，两个命令配起交代。他到底是谁啊？他是什么人？是谁啊？什么人？是谁呀？什么人？谁呀？什么人？啊！你是言王儿女，相夫妇也来报国兵啊！两处大山压得平，是恩是我生得起，生得起。你不要听这死丫头胡说。父知府，命你速速将谢美定立逼帐下。啊！父知府，命你速速将谢美定当堂释放，立逼帐下，当堂释放，立逼帐下，当堂释放，立逼帐下，当堂释放。哎呀！你们两个，一个要逼，一个要放，脚下浑是哦是啊！父知府，啊！你听丫头的话，还是听我高明夫人的话？哦，这是说听高明夫人的话父知府啊！你听高明夫人的话，还是听我家相国的话？哦，这当然是听相国的话呀！气死我了！钟丫鬟，叫我打着崔家人。啊，打不得！陈朝我虽然这个丫头，可自从娘胎以来，都从来没有爱过当年。哼！今天倒要受上高明夫人的威风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呀！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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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打死这小贱人！我打死这老贱人！啊！两家都是故宫城，逼得我糊涂转筋筋。放我放了新美的，要得才顶头上是武大人，杀！我杀了新美的，相国一怒，我全家性命还不成，啊！左面一丫头，右面一高明。恰好是害怕无常与我的魂啊！哎呀！两下真是不相让。南山我知府大人啊！王师爷，你困是无是好嘞？大人，以往昔看来，啊谢美定杀孤城是李府姑爷，那你不怕他做什么呀？王师爷恶种事，非这不可，非这不可。王师爷说的对，相公
不以阿斗于无，华山更比他山高啊！对呀、高明夫人，请暂且为夫，待本府说明清楚，再议停谈。你得不久。高明夫人，不是卑职不替高明夫人办事，实在是自管理家，我不得不小心行事哦。哼，我家老爷乃刑部大人，待我去信一封，当心一定接奏为父。宋高明夫人，宋高明夫人啊，宋高明夫人，哎，要是谢美定果真是相府的姑爷，我也不怕那吴家了啊你。大老爷啊，陈朝我没有事了吧？没有事了，没有事了。那我可以走了？啊，去吧，去吧。啊，走了。陈朝，陈朝啊，谢美的果真是相府的姑爷嘛？信不信嘛？有理。哦，四卿公子身重120斤，与毫毛36000根。哦，要是少了1两，我就给你肉10斤。哦，要是少了毫毛1根，我就把你五子100根。哎呦，哎，你呀，你呀，哎，大人，我看十有八九是不会错的了。哎，只怕这个王毛丫头说话不实在，岂非无了大事哦？大人，你何不备交一地，跟随陈朝前往相府去问一问李小姐？哎，对呀，去问李小姐，去问李小姐呀！哎，来呀，来呀，与我陪桥前